好啦，呢段片咧係講下配位共價鍵嘅形成。喺一般共價鍵裏邊咧，每個原子咧都會提供一個最外層電子，形成共用嘅電子對。咁譬如我哋用氯嚟做例子啦，咁佢哋每個氯原子咧都會共用一粒電子啦，變成一對嘅結合電子對啦。咁大家都會達到一個白乳體嘅狀態，就穩定啦。好啦，咁配位共價鍵咧，或者叫配位鍵咧，其實係咩意思咧？其實喺兩個原子之間嘅鍵咧，當中嘅共用電子對咧係由其中一個原子咧係完全係佢提供嘅。咁以下一個例子啦，就係胺啦、H3 啦，同埋三氟化鈹 BF3 嘅裏邊嘅配位共價鍵。咁喺呢個例子裏邊咧，我哋見到咧氮咧，胺裏邊嘅氮原子咧，佢其實有一對孤電子對嘅。而呢個三氟化鈹裏邊嘅鈹嘅原子咧，其實佢咧係仲有一個空嘅位置啦。咁呢個時候發生咩事咧？呢個咧胺裏邊嘅氮嘅原子嘅孤電子對咧，就會完全咧同呢個三氟化鈹嘅鈹咧共用啦，形成一個叫結合電子對。但係呢對咧呢個結合電子對咧，其實裏邊嘅組成嘅成分咧，係裏邊嘅電子對咧，其實完全係由呢個氮咧去提供嘅。咁呢個情況我哋叫做配位共價鍵啦。咁如果喺一個結構式上邊嚟講咧，咁我哋配位共價鍵咧係可以用呢個箭嘴咧嚟表示嘅。其實咧箭嘴意思就代表咧喺呢個配位共價鍵裏邊嘅電子咧，其實係由呢個氮啦係去貢獻咗俾鈹嘅。去到課圖活動6啦。咁我哋日常生活中咧都有好多一啲其他例子啦，都係關於配位共價鍵嘅。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胺離子啦，個化學式咧就係 NH4 正。咁其實佢係點樣形成咧？其實佢係分別係由呢個 NH3 啦加 H 正形成嘅。好啦，咁 NH3 嘅結構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㗎啦。咁反而 H 正嘅結構咧，我相信咧可能有啲同學咧會比較陌生少少啦。咁我哋講 H 正係點樣嚟啦？咁其實本身 H 咧氫咧係會有一粒電子嘅喺最外層嗰度啦。嗱，當佢呢粒電子失去咗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會由裏邊嘅質子數目同電子數目咧，佢就唔相等啦。質子數目會比電子數目多啦，咁就係正多過負啦。咁佢就會形成咗一個 H 正嘅狀態。咁呢個H正嘅狀態，即係代表咩情況咧？代表其實佢而家咧呢個電子層裏邊咧，其實有好多一啲空嘅位置啦，可以放電子啊。咁呢個時候咧呢個胺裏邊嘅氮咧，呢個孤電子對咧就會放入去呢個氫離子裏邊，咁就形成一個叫配位共價鍵咧，就會變成一個叫做咧胺離子啦。咁留意到呢個配位共價鍵裏邊嘅電子對咧係由胺啦去貢獻出嚟嘅。咁我哋嘅譬如個分子式咧，我哋點樣去表示咧？其實我哋可以用呢個箭嘴啦嚟表示翻呢一對咧配位共價鍵。好啦，咁課圖活動7咧，咁就另一個例子嚟嘅。咁我哋咧除咗胺離子之外咧，咁我哋發現到咧一個叫水合氫離子啊 ，H3O 正。咁其實 H3O 正係咩嚟咧？其實 H3O 正咧，其實只係由 H2O 水啦，再加 H 正啦，就會變成咧一個叫 H3O 正。咁呢個喺酸性嘅液體裏邊咧，其實經常都會見到呢個東西存在嘅。咁個原理咧一樣啦，咁一樣就係由一個水嘅分子啦，咁佢有兩對孤電子對啦，咁就會其中一對孤電子對咧就貢獻咗俾一個氫離子，咁咧就變成一個叫做水合氫離子 H3O 正啦。咁同樣啦，我哋可以用呢個單箭嘴嚟表示。咁我哋咧發現咧呢兩個情況咧，你話有同學會問變貢獻咗之後會唔會唔穩定㗎？咁其實我哋可以數下佢孤電子對係咪一個白乳體嘅狀態啦。咁譬如氧裏邊咧2、4、6、8，佢係8粒嘅，而氫咧就達到電子偶2粒嘅狀態，咁係穩定嘅。咁喺上面嘅情況嚟講咧，譬如胺離子都係啦。2、4、6、8，咁8粒電子，氮係屬於穩定狀態啦。咁氫咧每個都係有2粒電子，都係一個穩定嘅狀態。好啦，
咁我哋最後留意一下啦，各位同學，配位共價鍵同一般共價鍵嘅差異咧，都係分別在於個形成嘅過程。咁當配位共價鍵形成咗之後咧，其實我哋係分辨唔到佢係一般嘅共價鍵啦，定係配位嘅共價鍵，因為佢哋嘅長度啊同埋強度都係一樣嘅。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。